大家好，咁我哋今次介紹一個大埔嘅1183尺嘅單位。一般以前嗰啲人做嗰啲雲石，多數都會用裝空，即係意思係空嘅入邊，亦都唔會做特別防漏嘅。熱脹冷縮嗰方面咧，咁變咗就會有機會啲磚裂完之後，基本上啲就會好易漏水。再加埋本身佢呢個建築結構都係直喉，有機會影響樓上。亦都樓上影響我哋自己外牆，個窗已經開始漏水滲水嘅跡象，所以變咗我哋做呢啲二手嘅單位嘅話，有一個年份嘅情況之下，咁變咗我哋主要都係希望解決呢啲問題嘅。佢係有2個小朋友2公婆住嘅，佢本身係一個長廳，其實改動得比較大啲嘅，其實係主廁同埋3間房嘅間隔，一個 toilet 嘅門口，個廚房入邊咧就做咗一個 L 型嘅櫃，跟住中間加一個 island 收納之餘，亦都可以當一個餐台咁去用膳咯，所以令到個整體個廚房個空間比較大啲。廚房個門口個位置咧加厚咗少少，令到可以一辣個增加咗一個儲物嘅高櫃之餘，亦都可以擺雪櫃嘅位置咯。佢個廚房個門口咧，令到個使用唔係咁方便，所以變咗我哋呢度咧就做咗一個掩接門。入到去廳嗰度嘅話，環保啊，或者係嗰個冷氣或者係個隔音嗰方面嘅需求咧，所以變咗我哋喺電視牆嗰度咧，我哋就做咗一個特色牆，咁令到佢可以有個暗門，聽個雜音就唔會影響到房間入邊嘅使用者咯。業主希望有一個好多嘅鞋櫃，有個玄關位，所以變咗我哋喺大門口嗰度做咗一幅特色牆，令到佢可以有一個玄關位置之餘，亦都可以有一個全新嘅鏡，再加埋本身利用嗰個櫃咧，將個廳間開咗之餘咧，係令到佢呢個廳增加咗一個儲物櫃。咁本身佢亦都入門口唔想見到一個飯台，咁變咗我哋就將個飯台咧就擺喺一個玄關後邊，就可以做咗一辣嘅櫃，當一個餐櫃，亦都可以擺一啲 decoration 嘅嘢。入門口右手邊近窗嗰邊咧，其實我哋就做咗一個坐位，翻嚟嘅時候亦都可以坐一個地方擺鞋，或者可以臨時擺袋。喺飯廳同客廳中間嘅時候，我哋就牆身嗰度一幅過，我哋做一啲 decoration 嘅效果。反而我哋想利用一盞燈可以劃分咗嗰個飯廳同客廳。有少少嘅泥水灰嘅元素，再加埋一啲淺色嘅木，就可以製造一個好和諧嘅設計空間啦。頭房嗰度咧，我哋就希望仔仔可以本身有一個大嘅書台同埋一個大嘅衣櫃，跟住佢張床可以闊啲，所以變咗我哋就將佢個門口改喺中間，右手邊有一張書台，左手邊就可以擺好大嘅衣櫃。中間嗰間房咧就係女房嘅，佢個間隔改動唔係好多啦，因為佢呢個就會影響到個主人房個位置。我哋就想將主人房嘅門口向內褪，增加咗一個衣櫃個位置。女房咧就可以有一個好大嘅衣櫃，張床咧就可以打橫擺，亦都可以增加咗一個好大嘅書台。入到去走廊個位置咧，因為本身佢個廁所係真係比較好大好長，將個廁所嗰幅牆拆咗佢，令到佢可以喺走廊嗰度做咗一排儲物櫃。主人房係希望可以有多啲嘅衫，同埋亦都希望着過嘅衫可以擺埋一邊，亦都希望有個工作台。所以變咗我哋就將左手邊嗰幅牆咧就拆咗去，令到佢可以增加嗰個衣櫃，之後令到個門口喺中間。咁將嗰個廁所個門口咧就做一幅特色牆，令到佢好自然連貫一幅牆身咁樣，令到佢個主廁就冇咁明顯喺個主人房嗰度啦。跟住右手邊就可以增加一個梳妝台，床就可以拍邊兩邊落床，有空間之餘，亦都增加咗一個 L 型嘅走廊。入到去主廁嘅話，希望令到嗰個星盤個台面比較大，所以我哋就將個台面咧就擺喺左手邊，跟住座廁喺中間，跟住希望做一個浸缸出現，咁就擺喺右手邊就可以一個浸缸。咁亦都可以利用一啲渠位嗰個位置去做一啲石壆，可以令到佢可以擺少少嘅 decoration。咁整體上面嘅設計真係好感恩，就係業主係保留咗我哋原汁原味嘅設計。整體上面嘅話咧，就比較以一個淺色木同埋一個泥水灰個感覺去做一個比較時尚舒服嘅效果。其實本身所有我哋做嘅，或者我哋建議啲二手樓業主，我哋都係希望，如果假設你呢間屋係諗住長遠用，其實都係希望將所有嘅內外牆
所有舊喉水喉去換晒佢。咁當然市面上亦都有唔同嘅做法。你諗一下點樣可以有人可以幫你跟足係咪所有嘅水電、所有嘅水喉、所有嘅外牆、所有嘅窗點樣去確保或者係點樣可以做到係真係處理好晒，而令到你安心。真係想輕鬆做裝修，令到自己可以好安樂、好安心去入伙，同埋好準時咁去交貨俾你，而你輕鬆入住同埋安心嘅話，可以WhatsApp我哋，可以大家一齊研究下。